咱台湾东南方的海面，气象署有个沿岸到明仔会上挖进台湾，华东甲恒春半岛注意强降雨。川普10趴临时关税到期，美方公布301条款新税率，该扣10趴至12.5%，台湾是扣10趴的税率。小雪高温加上透风，法国森林大火直直烧，吉伦特省撤离超过2万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4公司台记台中岛新闻，我是洪敏珍。今来关心风台的动向，红霞风台即马目前是伫咧咱台湾东南方的海面，气象署已经有发布海上警报，有个沿岸到明仔会是风台上挖近咱的时阵，台湾东南沿海即马拢加强警戒咯。台东的即个富江渔港早时往溪绿岛甲红头树的船班拢正常，估计下晡才会受到风影的影响。因为目前这风有豆豆咧变强，农民嘛拢提早做准备。受风台影响，台东富江渔港的渔船拢入港，不过伫客轮旅运中心，也受真侪游客等咧坐船到绿岛。船公司预估，今仔日开6帮船，有关会有买1000位旅客来坐船。因为定了嘛，行程都定了，对。预报看起来还 OK 啦，应该还是可以潜得了水。对。过道了后，外岛的船帮就会停止航行到2个下晡，因为拄好是礼拜四啊，民生物资的需求增加。外岛餐饮店的食材也趁早时风无遐透，也做伙上船再去外岛。因那渔民也紧到码头，甲渔船绑搁较严，预防风台。船是爱顺啦，若无顺，你弄歹。农作物的部分，台东农改场呼吁农民要注意排水，甲固定果子树。经过当要开始收成，农民这时就赶紧甲果子树固定，减少损失。就是台风要来的时候，要先给它固定，因为倒了有时候会死掉。气象署预估东部的风力会渐渐变强，因那中介包围风台来的时，台东市风力开花，大叶都升起来徛家。台北河川局这时已经紧急在肉粽角来加强开花，也呼吁沿海民众要注意风影的变化，提早准备好势。记者综合报道。风台要来，其实啦，即阵大家拢伫咧做准备咯，特别是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即阵嘛当伫咧严格监测花莲万里溪帮山湖的即个水位变化，估计沿岸到明仔早起，这雨水量会上侪。透过万里溪帮山湖空气的影片监测，帮山湖一路口小可强落去侵蚀，不过目前传出来甲流入去是差不多，呈现稳定一流的状态。应用红霞风台海上警报发布，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早时开会，特别模拟帮山湖洪灾评估策略。可能是今天入夜一直到明天清晨以后，这样的雨量会最大。我们会看那个降雨量是不是在那个集水区的部分累积雨量预估如果是在200以上，我们才有可能考虑发红黄。气象署指出，轻度风台红霞伫高南偏东南边的海面，继续向西北西行。过去3点钟，小可变强，暴风圈扩大。晚上拜五经过巴士海峡，拜六扫过台湾西南边的海口，是风台相对上接近台湾的时间。因为外围环流的影响，拜五开始，东部、东南部地区也有恒春半岛都会开始落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时候，台风相对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包含花东、恒春半岛要注意局部大雨或豪雨。但是如果这台风移动速度相对比较偏快，带来南风比较明显，如明天的中部以北地区的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会相对比现在预估的稍微的广一点。气象专家指出，这届红霞风台要予国际号名进前，气象署就发布警报，这是较特别的所在。过去包含2016年10月爱丽风台，还有2020年8月的米克拉风台，都是要予号名就先发布警报。台风的名称的这个命名啊，主要是我们西北太平洋区域的中心啊，那就是日本气象厅啊，热带性低压已经达到台风的这个强度啊，同时呢也非常靠近台湾了通常在这2个情形之下气象署它就会先发布台风的一个生成。专家也提醒，预报资料显示，接近换日线附近可能还有热带系统的发展，有机会变作风台。初步评估对台湾较无影响。不过7月到10月是西北太平洋风台出现的大季，所以来要是要继续关注相关的信息。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消息，咱先来看讲，法国因为烧山山坡热流，当地称降温，因那森林在火烧山的火势快速在咧扩大，即卖已经烧掉超过120个大安森林公园的面积咯。吉伦特省嘛是紧急来撤离超过2万人。法国火烧山大火冲到10米悬，消防出动700人前往拍火，水灵车陆续加以支援，希望会当赶紧控制火势。不过因为连续烤烧已经称高温，这空气甲食物拢已经变甲真大色，即马搁咧透大风，这对救灾是相当不利。Très clairement, l'état de sécheresse du massif est pire qu'en 2022. Donc les conditions d'explosion des feux, on est dans des conditions plus difficiles. 吉伦特省滨海城市勒波日火烧山灾情上界严重，大片的青仔桥大火烧掉，等于已经烧掉超过120座大安森林公园这么宽。初步研判，这场大火是因为一台割草机意外所引起的。目前警方也正在调查。当地政府是赶紧撤离当地居民甲游客超过2万人。Les vents à partir de 23h, donc effectivement là ça soufflait de partout, il y avait de la braise qui montait, enfin dans les terrains c'était proche, vraiment très très proche des maisons et oui on a eu très peur, oui très très peur. 法国内政部统计，法国今年已经有12500件火烧山，烧掉4.4万公顷宽，差不多是1.7个台北市这个大小。今年5月以来，法国已经连续遭受到3波旱季效应，极端高温超过40度。真久拢无落雨，花草树木、土木拢变甲真大色，变做是那引起火烧山的一桶一桶火药桶。野火也已经拖出去传统的地界，巴黎近郊出名的枫丹白露树林，进前摇烧起来。法国英国拢真可惜，因的军事化、快速拍火战略，即马面对跨区域当时爆发的新野火，已经无材料去应付。另外，佫有西班牙、意大利的火烧山，目前也是继续咧烧。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原来印度、巴基斯坦甲阿富汗遮是咧落大雨、做大水，甚至佫发生严重的土石流。目前已经知影有几啊十人过身，上百人下落不明。专家表示讲，虽讲阿富汗甲巴基斯坦这国家碳的排放量真少，不过因也加做气候变迁之下的受害者。放眼看去，规条街路变做大海，民众驶铁牛啊，牵净水撩水过，坐救援队的树林船。印度东北部连续落大雨，造成阿萨姆邦、查谟、克什米尔等地区严重咧做大水。因为附近的雨量太济，溪水是规涨起来，引起爆干，包括人家厝甲在地庙寺拢叫淹掉，造成严重的伤亡甲灾情。असम में बाढ़ परिस्थिति काफी गंभीर है। अभी तक 40 लोगों का देहांत हुआ है, लेकिन हमारे आकलन का अनुसार अभी भी 70 से 80 लोग लापता है。阿富汗东北部努里斯坦省同款咧做大水，动员机构无用咧清土埋，各有4个崩倒的厝口，因为当地臭树林臭甲收超过，土木食水量下降，边仔一落大雨就引起大范围的崩山。当地10几间旅社受到损害，900位居民到达下落不明。دا چې 13 ورځ په دغه پارون ښار باندې دغه یو سیلاب راغی او دغه سیلاب له امله تقریبا تر 9 پورې هوټلونه همدا شان نور ډیر زیات زیان اړولی چې تاسو خپل ګورئ د دغه زیان له امله تقریبا تر 100 زیات هیوادوال چې دی هغه تلف شوي دي。巴基斯坦西北部也变作是重灾区，救援人员佮出动吊车，才会当甲浸伫水底车辆救出来。专家指出，阿富汗甲巴基斯坦两国虽然对全世界碳排放影响真细，但如今却变作是气候变迁之下上界脆弱的受害者。面对愈来愈常发生的大水、客观天灾地变，要安怎加强防灾韧性，得到国际援助，已经成做是南亚国家重要议题。公司新闻陈伟仁、曾建功编译。后面执委会是搁对大型科技业出手咯，针对 Google 调工甲家己的品牌相关的服务商店，拢摆伫咧敲锤也会上头前。后面认为这已经违反数位市场法，当罚8.9亿欧元，大概是新台币327.5亿。Google 批评讲，这已经损害消费者的权益，也若外界是将烦恼讲，这敢袂引发新一波跨大西洋贸易的报复。
不管伫网络找机票，也是预订饭店，差不多所有欧洲民众拢靠 Google 的搜寻引擎。不过后面执委会认定 ，Google 利用因市场主导地位，故意伫搜寻结果内底将家己的服务摆伫上头前。同时，伫应用程式商店内底限制开发商引导消费者走出其他更较小的平台，这违反所谓市场法的行为，互后面决定重罚8.9亿欧元，差不多代票317.5亿。 Google is displaying its own services, think of Google Shopping, hotels, and transport, more prominently. A very concrete example, if you're looking for a flight and you look for that on Google Search, the first offer you will get is Google Search. 这是 Google 第一摆互后面所谓市场法处罚，也是这个法实施以来金额上悬的一摆。面对天价财法 ，Google 高层强烈批评认为后面的处罚是为少数投诉者的私利，降级产品，无奈会不断欧洲民众假期的及时搜寻功能，佫会破坏平台安全机制。不过后面反击强调是这个扮演小盲人的各式科技大公司，来阻挡欧洲企业公平竞争加创新的机会。 And you have gatekeepers who are blocking European companies to compete and innovate fairly. So what we're asking Google with these fines is to get into compliance with the DMA and to offer a level playing field, at least in the European Union. 对了，法治后面佫要求Google爱伫60天内改善违规行为。不过这几年后面一直加强对美国科技大公司的监管力头，这一摆佫对美国企业重罚，向向引起政治风波，进一步加深美国总统川普的不满。川普过去都把批评后面的所谓法规，佫就说美国科技公司受到处罚，也采取报复性行动，这和欧美的贸易甲外交关系佫打一场乌影。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 来关心美国 Q10% 临时关税7月24日正式告期了。美国贸易代表署引用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讲要打击强迫劳动，也要对全世界60个贸易伙伴 Q10% 至12.5%的新关税。其中台湾、甲欧盟、抑个英国等等的国家，因为已经有相关的法规，或者是讲贸易的承诺，所以适用比较较低10%的税率。 美国总统川普阁要发动新一波的关税咯，因为进前扣的10%临时关税伫24到期，所以美国阁公布上新呢，这是引用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指控全球差不多60个贸易盘无法度有效禁止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口，所以发动新一轮的关税。So part of w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doing by maintaining a baseline tariff as well as a potential threat for higher tariffs is to maintain the leverage and the incentive for countries to continue to comply with the agreements that they have struck. 这回新的关税强要美国进口的产品全部拢包括在内，若美国将贸易盘分做2类，包括台湾、欧盟、英国也有加拿大等等，只已经有建立强迫劳动的相关规定的国家，会使适用10%的税率。若其他无代表的经济体相关会去用扣到12%。另外咧，燃料也是食品等等部分的产业是无包括在内。We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 tariff-related sectors. 面对美国一直咧出招，加拿大总理卡尼阁一解讲，伊会无少大家保护本国的产业，无排除会有报复式的关税。若是专家分析，甲进前迄一道的关税比起来，即个华府引用301条款，这法律的基础佫较在，互总统毋来当单方面来调整税率，甚至是无限期来实施。If that's where they're coming from, they're going to want to take their time to make sure that the reason giving, the basis, and the process that they have followed is one that is going to stand up to challenges that could come in the courts. 虽讲新税率甲进前的临时关税比起来真相共，短期内对市场的冲击嘛真有限。毋过学者警告，即马美国是继续调查真侪国生产伤过量的问题，即后续恐惊会有更较侪关税上路，所以全球的企业也有消费者拢爱做好长期应战的准备。公司新闻4派选朋友。
刑事局侦办帮派成员跨国的诈骗案，发现一个姓向的主嫌，伊做诈骗集团，再搁去柬埔寨设立诈骗的机房，骗民众讲在生进前立契约，甚至先买灵骨塔，而且还有人骗因假投资赚小型钱，小耍抓到21个嫌犯，被害人上无70人，诈骗金额超过1亿。特勤队员手提电锯，将车库的门撬开，边仔阁有其他的队员也穿咧警备，卖互厝内嫌犯有反击甲逃走的机会。刑事局今年初侦办以姓向的主嫌做头的诈骗集团，前往台北市中山区，这个主嫌住的所在去抓人，逮捕到主嫌甲其他的成员。号召诈团成员在柬埔寨设立诈骗机房，其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前期以生前契约、灵骨塔买卖投资为诈骗为主，后续为提高获利，转型为假投资诈骗手法。刑事局调查，姓向的主嫌有帮派背景，伊甲同一个帮派成员找来，做伙组一个诈骗集团。伫柬埔寨设立诈骗机房了后，先伫网络社群平台铺大量的广告，锁定有投资意愿的民众，再个声音点起你假的投资网站，由机房的成员扮演投资顾问，也是客户人员，以为说诱拐被害人汇钱，也是购买虚拟货币。经长期搜证后，自115年1月20日起，共发动5波搜索拘提勤务，陆续逮捕向贤等21人到案。警方前后逮捕21名嫌犯，另外查扣2公斤的黄金甲1支金黄丝啊，现金80多万等犯罪的证物。警方清查过来被害民众至少70人，防诈骗的金额超过1亿，已经将专案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另外，针对柬埔寨的诈骗机房嘛，已经进行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警政署7月份加都实行 M-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昨昏高雄的警方发现有一台奥多拜，伊的车牌已经互注销啊。甲即个骑奥多拜的人查落来问，发现伊毋但无驾照，搁食酒骑车，3项加加咧拢总罚162000块。提醒民众，不管是擦拉车、宽礼车，甚至连 AB 车，这系统拢查到。互警方查落来，查甫人姓强，原地警方是电脑扫到伊的奥多拜车牌已经注销，才甲查落来。无想到愈查愈大条，查甫人毋但车有问题，搁食酒骑车，而且搁无驾照，警方也当场扣车，依法开罚单。全案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使用注销牌照、第21条无照驾驶以及第35条酒后驾车，告发合计可处新台币162000元罚款。你这台车注销的，我们车变一扫就那个了。原警讲的车牌辨识系统，就是这台手部型的电脑，只要摕咧对车牌扫过，是毋是有问题，电脑拢会随知。这是警政署7月才拄全国同齐启用的 M-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侦查分局已经科技查到2台问题车，搁掠到通缉犯。分局表示，因过这系统拢敢若设置路口的监视器，即卖会当早咧走，大大提升办案的效率。透过阮的 M-Police 这台小电脑，伫路边来做影像的分辨针对车辆，伊也是失窃的车辆、权利车辆，也是讲车牌伊本身有问题注销的车辆，伊就会使随扫掉。原经电脑排列，巡逻车骑到定点，就甲电脑摕起来扫看卖。若是有过样，电脑就会随跳通知出来，各项资料清清楚楚，甚至连 AB 车拢扫会出来。警方讲，以往都爱用手一个一个去拍车牌号码来查，即摆系统整合，对因办案查案来讲，真正是省时个省力。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继续关心最近国内炭正烧这个中燃油、大豆的沙拉油、甲有机烤地油，拢去互验出有致癌物苯边芘。多部专家甲医疗团体今仔日召开记者会，表示讲，虽然目前这问题油品拢有全面有风性落价，不过因要是建议主管机关应该爱针对所有食用的油品，拢爱扩大检验，列出苯边芘出现的真正原因。国人安心，一同见证，
国内都有应用一个医疗专业团体24早起举行联合记者会，因为最近有那中年有机的大豆沙拉油去检到致癌物苯苯比，就连有机的苦地油即嘛调称检到苯苯比超标，所以引起民众惊吓。那即嘛希望透过正确的风险认知，也个科学检验的数据，甲民众对本土食品供应链的信任，甲找到回来。企业也要烧到现在，医界认为有责任站出来跟大家反映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让国人安心。动物专家表示，苯苯比在日常环境当中常常接触到，比如讲汽机车的废气、工厂排烟、食薰，或者是高温的烘肉，也是长时间前的物件。那关键就是要减少长时间接触的量，也个频率。虽然即马问题油品拢已经全面预防性落架，不过建议主管机关应该针对所有食油品来扩大检验，找出苯苯比出现的真正原因。到底是原料出了问题，还是制造过程过高温，还是说环境的污染有可能会？所以这方面就要靠我们政府来去查厂。那么营养师是建议民众唔通干那用高一支品牌油品，而且慢慢用旧油，爱改变煮食的方式，才会当降低食安风险。一般我们在烹调的时候，如果开始有白烟出现，可能表示说这个油脂本身它其实是开始有一些裂解。所以基本上呢，温度我们要控在比较不会发烟的这样子的一个温度。另外，即马网络顶悬咧传讲，合家油若是加热，就会产生毒性。这款无科学根据的传言，有会专家就伫现场亲身食用合家油品料理出来肉品，也叫菜色，用实际行动提升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嘛呼吁民众会当食一寡抗氧化的菜色甲水果，会使提升细胞能量代谢，帮助排毒。记者综合报道。中联油目前这个案件检调已经继续调查，行政院嘛伫咧推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修法，真侪民间团体出面呼吁立法院应该赶紧修法，甲制度无矫正的所在拢保护条文。地方甲中央嘛应该建立联合查报的机制，针对违法的人就要加重刑责甲罚金。全国第二大食用油厂中联油指标出问题，又影响真大。职工嘛有上开刀抗议的活动，行政院嘛咧推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修法。这个民间团体出面呼吁立法院要赶紧修法，甲制度保护矫正。有律师指出，行政院修法版本有2条上要紧，就是互检验单位有通报中央的机制，突破含厂商之间的保密条款，避免风告。第二就是设立中央的指挥中心，统一处理。保密协议是食品厂商和检验机关两边拘束义务而已。那其实不应该是说第三方可以再介入这样，但是因为宪法保障我们每个人的人民健康安全，所以新法就规定检验机关应该要把检验的结果在24小时之内上传到电子的系统，这样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挥中心由中央统一来处理。这样，一旦发生事情的时候，地方政府就不能够再推诿。民间团体也认为，查检的第一线一定拢在地方政府，所以和中央之间也爱有资讯联通，甲建立联合查报的机制，嘛爱加关违法成本，加重违法者的刑责甲罚金，建立假扣押机制，确保守法的利益大过违法利益，嘛要保障被害者的求偿权益。查验的第一线一定是在地方的县市政府嘛，好，所以地方跟中央应该要有联合的查报的一个资讯的联通的稽核，好，然后才能够让我们的食品安全不慢半拍。我建议应该一天你就加重，每一天加重，那一直加重，最好能够等比级数的增加，让它不敢掩盖，赶快下架。那这个部分我相信这个是地方政府可以做的。中联油脂的案件目前检调已经介入调查，兵团认为，若是行政官员有涉及监察院嘛，应当负起责任来救顾纠正。兵团呼吁调查政党共同支持食安法的修法，用制度改革来回应人民的期待。记者卢尚书、曾春友台北报道。国民党明仔就要上开刀抗议问题油，台中市长罗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还有基隆市长谢国良，透早是到立法院参国民党和民众党的立委，表达对政府的不满。罗秀燕是批评中央有人是癌细胞，质疑政府有咧暗唬家己人。也那民进党这边是反过头来批评地方根本无落实稽查，尽刷咧无用，下提责任。独有害台，独有害台。
大声话口号对中央处理问题有的态度表达强烈不满。台中市长罗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二是去到立法院，联手国民党立委发声爱民众。7月25做伙去到凯道抗议，当然问题有的风波一直炭烧，业者暗砍报报到对诈诱骗的流向以及理清真相，当时才会当上架顶议题，对立是日野升。罗秀燕不满是药师公布的当上架名单，批评中央有人未属实暗细胞。谁是这些有害人民健康的人呢？谁在包庇？为什么中央这次故意要拖、要盖牌、要慢呢？谁是中央的门神？是要给业者充裕的时间串供灭证，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保全证据？赖清德总统不用道歉，卓荣泰院长不用下台吗？蒋万安嘛指控中央和行业者，立法院国民党团总召布昆萁批评中央看牌，提出第一阶段的诉求，伫也未查明真相进前，不准重新上架，强调会对违法失职的人员究责到底。而且民众党团嘛到场小天，发声支持者做伙上凯道，代表全国民勇敢的要求民进党来负责，要进行全国国民的国赔。卓荣泰院长，甚至到我们的赖清德总统。没有人要负责，没有人愿意要跟我们全体国人来道歉。对那被联手动员去凯道游行，民进党团反击，知影将食安议题当作造势的舞台，对个人的食安根本就无帮衬。没有尽到你对于整个市民的安全、食品安全来做一个把关，全部卸责，全部就说我们上街头没有上街头的人就是烂命一条。民进党团这个地方无落实抽验，较早推卸责任，各怪中央，呼吁知影共同维护食安，赶紧通过食安法的修法。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咱台湾人恐惊无法度去摩洛哥旅游咯。根据详细旅游社的这个官方网站公告，显示讲摩洛哥驻日大使馆23开始就已经暂停无要办签证咯。外交部表示讲已经透过驻外馆来向摩洛哥了解状况，目前还未得到回复。建议有要去到当地的人，就要谨慎评估家己的行程。详细旅游的官网公告摩洛哥观光入境签证函暂时受理的公告。公告显示，摩洛哥驻日大使馆按23开始停止受理签证的申请，因为个人暂时未当去摩洛哥旅游，嘛引起讨论。目前可以确认的是，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领事组已经通知相关旅行业者，表示摩洛哥主管机关自2026年7月20日起暂停核发所谓的 VCL， 也就是实务上使用的签证许可信。要去到摩洛哥旅游，就要办签证核准函，就要透过当地旅行社，也是透过驻外大使馆领事馆代办，摕到才会当登机，也是入境。若业者讲办理摩洛哥的签证本来就真无稳定。他们国家的签证对观光客的这种签证，它本来就不稳定啊。我们听到是不意外的。我们做摩洛哥团这条线最痛苦就是签证不稳定，就常常会有很多因素，然后就停止。因为最近这几年来，台湾不时去予非洲国家打压，亲像赖总统原定要来访问友邦苏瓦蒂尼，却去予3个国家取消专机飞行的许可。困压拒绝替台湾护照的人参加困压官方的会议，也有刻别良在 WTO 部长会议期间矮化台湾代表队的名称。这个事件，搁一个引起外交打压的讨论。他们其实本来可能在亚洲或其他国家的驻外单位比较少，台湾的旅客在办困难度就的确是比较高。有的时候其实是当地政府的自己本身政治内部结构的改变。外交部已经透过相关驻外管处向摩方了解这个做法的相关情况，目前尚未获得回复。详细旅游回应，按即马开始暂停受理销售摩洛哥相关签证甲行程。若针对受影响的旅客，会转寄来退定金。旅天下回应，即马影响的团体有2团，差不多30人，会密切掌握上新的动态。因为即马离出团的日期也有一段时间，会阁继续追踪官方的发展。若是外交部就建议各人规划去到摩洛哥，就要定睛评估。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咱的总统赖清德今日到高雄左营主持多工级飞弹巡逻舰弹钢军舰的成军典礼，见证国南国造政策顺利推动。赖总统嘛有告说落来，今年底进前12架多工级的军舰嘛会小煞完成。今届丹江军舰为高效能后续舰第2批次首舰。亲身看海军的官兵，总统赖清德到高雄左营主持多工级飞弹巡逻舰弹钢军舰的成军典礼，见证国南国造的政策顺利推动。若是赖总统嘛预告，12架多工级的军舰会伫今年年底进前陆续来成军。丹江舰正式成军，有3项重要的意义。第一项意义是国建国造的目标达成，代表海军坚定守护海疆、保护国家的决心，也正足以证明台湾的国家安全政策是以实力发挥嚇阻的效力，来达到和平的目标。多工级军舰是咱国不对称战力重要的一环，有区域防空，也阁有反舰的火力，会使执行机动的打击，也阁有铺设地带应对的任务。若赖总统嘛，阁借这届机会，阁一届化声调野，应该支持国防部提出的2100亿无人载区特别条例，发展无人机产业，发挥战力，何尝又不是如此？因此，我们希望立法院都能够支持国防部所提出来的特别预算，务必主办机关是国防部，预算也应该用特别预算，才有办法长年期稳定来推动建军备战的国防建设。赖总统强调，台湾发展国防自主，就要用实力达到和平。嘛期盼海陆空军会使团结一心，徛伫第一线，捍卫民主，守护国家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高雄小港有渔船偷偷甲废油排落去海里，转互海边规个受到污染。即阵讲伫咧前镇渔港，竟然嘛出现同款的情形，污染的范围大概300平方公尺。即阵海洋局已经派人去拼，毋过要调监视器来追查，希望早日抓到凶手。工作人员甲吸油的米仔抓做一片一片弹落去海里，无一下就规地变乌，随用网仔好起来用地啊包好势。高雄前镇渔港外北一路即搭，早起有民众发现规个海面铺一层乌色的油，污染的范围阁不止啊大，赶紧通报。海洋局派人来看，怀疑有渔船偷排废油，随派包商来处理。8点啦，阮就开机就要用迄个吸石油布迄啊，开始吸了油来啊，无要产生污染啦。这真正严重诶！哦，恁感觉看过像安尼遮快？嘛，真少啦，真少发生，毋过今仔日较大片。因为惊造成第2届污染，包商敢若会当有扫啊杂油用米仔落去吸，对早起8点开始处理，已经用大开粪扫地啊第120包拢也未处理煞。海洋局表示，初步估计废油的量大约50粒，污染范围300平方公尺，已经展开调查，会对行为人按照渔港法来采取，上悬罚50万。那初估它的油量约50公升左右，那我们也已完成水量的一个采集跟保存，并将全面检阅那个监视器，看有没有可以抓到不法。顶礼拜小港才拄发生渔船偷排废油的代志，这礼拜讲话前镇渔港嘛安尼，到底是渔船受大打，还是管理单位做了无够？对此，海洋局表示，前镇渔港码头有50支监视器，逐工上报有早起1届，下晡2届巡查，将会全力追查理清污染来源，进行开发。记者郭家祖、郭超勇、高雄场报道。嘉义市有民众翕到讲，一台轿车伫咧转弯的时，一个囡仔钻对车内底后壁门摔出去，加在后壁无车。家长是紧落车，甲囡仔抱去车顶。提醒大家，囡仔坐车的时，除了爱坐伫咧安全位，爱下安全带，这安全锁嘛一定爱锁起来。看到汽车后座突然落出一个囡仔在一幕，好几个骑机车的人行一条一直讲离谱。这是发生在2日下到5点多的下班站后时间，地点在嘉义市水阳路一间幼稚园的附近。迄当时汽车驶完了后，对面后车门接锁一个囡仔，家长随打洞啊，赶紧将囡仔抱登去车内。对啊，太恐怖了。自己以前车子也稍微关不好，突然砰一声开门啊，然后还好小孩子没坐在安全座椅上。
这件代志发生的时，好佳在后壁无车，嘉义警方已经以交通道路管理处罚条例对驾驶证开罚。负债未满12岁儿童，未依规定安置于安全座椅或乘坐于后座，并使用安全带，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儿福机构提醒家长，囡仔上车了后，真正行车安全才多开始。家长认为说，小朋友他只要上了车，车门关起来就安全。可是其实真正的行车上面的一个安全的关键，会是在过程当中。过往这种的案件呢，其实受伤的状况是蛮频繁的哦。这20几年来，有发生过很多种这种事情。装置有没有转过关起来的话，从里面就是不能开这样子，就是一定要由外面的人开。所以这样能保护小孩子跟一些老人不知道的状况下去误触。为了保护儿童安全，汽车后座拢有内建车门安全锁，对车内无法度直接开启，也是爱两大閂开门。警方呼吁驾驶人载送囡仔一定爱使用车门安全锁、安全座椅也是安全带，才来出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嘉义国华街，即马当伫咧封路咧做地下超过50年拢无做的即个排水工程。工程呢是爱每年的2月份才会好。不过啊，这当地国华路、外民族路迄边的迄块咧也有围起来，车道拢缩小纠起，民众反映骑车真无利便。市政府是希望大家配合，爱遵守当地交通指挥。河南甲国华街外民族路的这段围起来，敢若剩2边分别一条路，而且围路真矮，可能敢若会当一个人还是一只机车才通通过。虽然家己市府呼吁会当设起外围的车路，不过机车拢感觉真无方便。路太小条，然后旁边的东西太多了，希望他们工程快一点做好。这条路唔但有机车咧走，也有行人。现场有人员实施车道的管制，不过有关有一寡机车唔听指挥，历史人甲机车爱小钱车路，引发安全的疑虑。危险，烫到是还好，有一弄掉。劝导他，有时候他还是强行会过。原来国华街7月份开始分3阶段进行排水的改善工程，时间路段大约230公尺长。7月份到8月份第1阶段是施工民族路到延平街这段。地势本来就是单向道的国华街变足矮的，唔那人甲车真歹通行，也影响到店头做生意。前面做了1个礼拜，感觉生意实在掉太多了，就没有办法正常的那个营运都没有办法营运。它要50公分的一个这个通道，所以呢东侧只有2公尺左右，所以我们就是以限制性的一个方向，机车限制性方向可以行驶，但是没有办法到会车。所以只能机车单向的行驶，行人、脚踏车。排水的工程按算到明年3月才完工。嘉义市府针对施工期间造成的不方便会失礼，不过也呼吁大家遵照现场的指引甲指挥，让交通更较顺，也更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是台南麻豆高中一群毕业生因用骑铁马的方式踅台湾一年，讲啊，这是要送给家己的成年礼礼物。今仔日已经踅转来台南，完成环岛的目标。到阵来看。大日头卡，这群麻豆高中的毕业生做伙骑铁马环岛，当作送给家己的成年礼物。跟老师出来玩，会变得跟老师像朋友。脚踏车队当中有学生，也有家长，也有父母带囡仔做伙来参加。妈妈她5月份的时候，她癌症手术，她本来想说她体力不行，结果这一次也跟着。有没有觉得妈妈很厉害？有，她第一次骑真的很厉害。不要掉队就好了，然后不要受伤，然后平安的骑回家。发起这个活动的是麻豆高中的主任高英忠，逐年热人拢会带毕业生踅一年台湾。虽然伊8月就要退休啊，不过今年原来照常办这个活动，这是伊第12摆举办，只是伊笑伊煞愈骑愈慢。老师可以扛一个？可以啊，比较慢，而且还是会到的。第一次骑这一条139县道，真的是很有挑战性。然后我终于把它骑到这里来了，看着他们前进的动力，其实是我一直往前的一个方向啊。7月12对台南出发，对东部骑到西部，拜四骑到南投，拜5骑转去台南，就完成环岛的目标。看到因仔克服挑战，完成任务，沿路做伙行过真侪景点，看到台湾的水，冒骑经过上新的达江大桥，这个过程拢互高主任和这群高中生感觉不只有成就感。麻豆高中，踏车万
记者洪秀南报道。开始将活力hiệu熱台灣歌戲推廣基金會甲團結中心是做伙辦兒童戲劇嘅巡演活動，當中有7個歌戲團要去到7個縣市來巡演，到定邀請囡仔來看戲。囡仔吧，能求個位數，化作天下話比武。这出保者出任務是新團歌戲劇團的作品，為着要推動兒童戲劇的發展，這幾年有真濟劇團加入去創作，由台灣歌戲推廣基金會甲團結中心共同辦理的兒童戲劇巡演活動，請囡仔來看戲特別起稿啊！今年有7個劇團參與，其中長美雲歌戲團認為，直接讓戲劇加入去囡仔的世界，就是上好的方式。戲曲呢，要行入去囡仔的生活。其實上直接的方法就是愛主動行去有囡仔的所在。團結中心表示，希望結合政府甲民間團體的力量，透過兒童戲劇的演出、解說甲互動體驗的活動，培養囡仔對傳統藝術甲台語的底蘊。那台灣歌戲推廣基金會也講，希望透過演出，傳了更較儕囡仔熟悉台灣的藝術文化，傳承戲劇甲台語的水。我把囡仔帶出來，把爸母帶出來，爸爸媽媽和囡仔做伙出來，親子假日的大匯演，歌仔戲兒童的大匯演。透過這個歌戲呢，嘛，互因除了認識歌戲以外呢，嘛會曉講台語，然後聽台語，好安尼話呢，1減2個，忘啦個減4個。團結中心表示，今年的活動對7月25開始。7個劇團會去到宜蘭、新竹、台中、嘉義、高雄等等7個縣市的公園廟口巡演，攏總有7場戲，希望招大人囡仔做伙來看戲。記者記者桂玲台北報道。因為今年萬華博覽會有超過1200個單位，其中上界成人目的就是 AI 加互動體驗。有一個台灣萬華館是由文策院來主辦，內底有真濟台灣原創的萬華艋舺，會當結合互動遊戲，咱嘛做伙來看一下。徛在熒幕頭前和遊戲的角色在對話。第25屆艋舺博覽會第23正式舉行，5天的艋舺和遊戲的盛會，會駐約120間廠商，有超過1200個單位。活動體驗變作一個大焦點，有遊戲的業者在現場展出導入 AI 艋舺的角色，在和生的人互動的過程中，展現自主學習、解決問題的能力。我們利用的是我們自己研發的仿生記憶機制，所以呢，這些 AI 店員它會像人的大腦一樣，它會將重要的事情記得，然後淡忘掉不重要的事情，而且它具有回想的能力。AI 可以當做生的人專屬的高水版的人物，業者講導入 AI 遊戲產業，在全球的市值估計已經到72億美金。台灣做遊戲的業者最近幾年嘛，看到商機，陸續把 AI 應用在產品裡面。從最基本的就即時客服開始啊，那但隨着現在 AI 的技術越來越成熟，那我相信各家廠商應該都會在所謂遊戲的設定、跟互動、跟體驗上面去做一些強化。除了遊戲的產業重視活動體驗，台灣艋舺的產業嘛已經無遐尼傳統啊。台漫買買樂的一個虛擬購物的體驗，那就是我們有結合4個台漫的閱讀平台，對，然後還有邀請共計20位的老師，為了這個場次限定的手繪的來場限定收據。文化內容7正義主辦的台灣艋舺館，特別用小明星做主題，把艋舺包裝做愛豆明星，讓讀者在一個電視區，就當接觸到無同主題、無同畫風的台灣原創的艋舺。漫協每年都有編預算到其他國家推廣我們的原創漫畫。文策院他們更努力，他們其實是像 TCCF 是把國外的所有買家都請來。主辦單位估計5天的展期會當創代表3億的商機，佢希望借這個機會提升艋舺、電腦艋舺和遊戲等內容產業的交流和下屆合作。記者綜合報道。意大利 Rome 在1970年代起的實驗社會主體，因為欠資金，工程全無做，這幾檔後面出錢，甲拍遠的這個主體轉型做極端氣候避難所。
罗马西南郊区这个高站楼馆大型社会主体科尔维亚莱社区，本来是顶世纪70年代罗马政府照顾低收入户甲无厝通住的人，原本也想要打造成大项拢有的微型城市，互所有4楼变做包括商店街甲各种设施的集中地。到尾说因为资金欠缺，4楼敢若老粗坯，工程无做甲好。这几年罗马市政府甲欧盟透过国家复苏甲轮成计划，投入差不多5800万欧元，也就是代表21.2亿的经费，以途径来改变这个散车社区的命运。工程伫2024年全面启动，今年8月伫要收尾。上互人注意的是，伊大大提升这个社区的气候韧性。Questa biblioteca, per esempio, è un cosiddetto rifugio bioclimatico ed è un edificio che è stato ristrutturato in linea con tutti gli altri, rifacendo gli involucri, utilizzando dei materiali riciclabili e quindi che anche nella prospettiva futura avranno uno smaltimento ecosostenibile, cambiando gli infissi per mettere ovviamente delle protezioni a taglio termico che garantiscano il mantenimento di queste condizioni di comfort che sentite. 欧洲这几年火烧风一直出现，2025年已经创下史上第3热年份，气温超过摄氏35度的天数超过40天，暗时原来有101天的气温比20度较悬，社区内这间新图书馆内的温度竟然比外口减10外度。英国这罗马西南郊区是无受欢迎无人管的所在，经过更新改造，即马有广场、户外剧场、图书馆，各全面绿化，种9500丛树仔甲灌木。若是4楼公共空间强占的人，已经慢慢重新安置，使这个歹名声的治安死角彻底改变。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今仔日，甲明仔载受到风台的外围环流影响，今仔日东部、东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安那基隆、北海岸甲大台北山区是有南山短暂阵雨。感谢收看，我是敏珍，下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咯。